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节目。前台南市长赖清德为2010年呢，开始伫咱台南市执政，一直到去年哦，伊去接任行政院长之后，从咱的台南市政呢，来交予这个代理市长李梦燕的团队。那么呢，咱加算算的吼，差不多将近要8档的时间哦。那么近8档来，到底咱台南市政府为咱台南市呢做了什么款的建设呢？今仔日透过咱的节目，咱特别请市民朋友跟咱做伙来做一个检验。和咱今日邀请到这位贵宾呢，就是咱的台南市长李梦燕市长，欢迎市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市长好。那么市长大概吼，接近选举的时阵呐吼，都一寡人拢会讲，咱台南市拢无啥物建设，无啥物发展。但是事实上，近8档来讲，真正是安尼。我想吼，因为最近就小咱都当看到一寡吼市政建设在展现成果了，对不对？是，我想将近8年的时间哈。其实咱有投入真侪是基础的建设。基础的建设有时候就是比较分散，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说，足大项，足具体，其实嘛有真侪大型的建设也在持续的进行中，有时候可能咱市府因为咱市府较无咧宣传啦，咱嘛无像有的别的城市会去买广告，咱较少比较务实在做啦，所以可能有当咱市民朋友无了解，即马算伫要毕业典礼啊，所以嘛应该用就这个机会来向大家报告。对，所以其实市长，我们就是说台南市有很多的建设，陆续都有在展现成果了嘛。那我们知道说台南市这个一直在发展市政有4大主轴，对不对？是，咱就是咱赖市长、赖院长哈。过去伫咱台南市，它就以4大主轴来建设咱台南啦。对，一个是咱文化首都，我想这大家拢耳熟能详。对，那再来是科技新城，希望建设咱台南相关的产业，而且都能够跟科技有关啦哈。那第3个是这个观光乐园，因为咱台南会使讲咱台湾观光的一个重镇，这个重镇也希望咱的观光跟文化。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国际还有国内的朋友们来体验。第4个主轴就是这个低碳城市。对，一个低碳跟宜居的一个城市。好，所以针对这4大主轴，度假请求市长所讲的吼。将近要接近毕业，咱大家都来做个验收嘛，要有期末的报告。所以今天透过我们的节目，就要让大家好好来了解呢，我们市政府从赖清德市长一直到我们李梦燕市长那么针对这4大主轴去做的一些建设，做的一些发展，到底展现什么成果呢？那我们一一来做个检验。那我们先从这个文化首都开始好。那展公日前这个台南市美术馆，你们也有去开记者会，所以它其实已经展现成果。那当天我们记者有到现场去做采访。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段新闻报道。好，过去外观拢是红色的台南警察署，虽然是古迹，但一般民众嘛袂当随便入去参观。文化局透过古迹修复再利用，将整个空间转化成南美馆一馆。其中上界明显的改变，就是外观对红色变成原本的黄色。修复过程嘛袂当随便改变固有的面料甲材质。同时嘛，保留馆内老情，完整呈现固有的面貌。同时嘛，伫原本的旧建筑后面增加了新的建筑。8号上午，代理市长李梦燕嘛前往视察，对医馆感觉相当满意。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建筑物。那以前都是红色，以前都是被漆成红色的外形哈。那经过整修才发现，原来它跟林百货是同样的一个颜色同样的这个瓷砖，所以其实非常的典雅里面的内部的装潢也非常的这个雅致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我们期待它的开馆能够为台南在文化在观光带来新的一个亮点。一个进入馆内，就当看到颜水龙老师真大幅的马赛克作品，这嘛是3档前台南市得到日本少林家族完整真侪件颜水龙老师作品当中的其中一件。市营运期间嘛将先举办典藏作品展览，展示关键的作品。
同时嘛，因为南美馆是全台湾唯一有科学研究修复画作的美术馆，所以现场嘛将展示修复画作以及整个建筑修复过程。那么一座美术馆很重要的核心是作品。那么首先，台南市美术馆筹备8年来，从各方面的人呢，陆陆续续捐赠给我们很多作品，我们一个典藏作品的一个展览。那么除此之外，有作品修复的展示。那么这个标示我们台南市美术馆对于检测修复这方面的重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这个一馆实际上是由旧警察署所修复而成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建筑修复展，可以看到这一座建筑物的前世与今生。一馆将伫10月17号开门入厝，离离馆嘛正积极赶工，希望伫12月10号2馆会当做伙正式开馆。同时为了让全民嘅亲近美术馆，明年3月之前拢是免费。市府为了解决一馆周边无好停车问题，嘛正规划公车路线，欢迎全国民众当做伙来欣赏这2座充满特色的台南美术馆。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哇，市长10月17号就要试营运了哎，所以这个地方一定会成为未来我们这个文化观光新的一个指标，对不对？文化建设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成果，对，比如讲这个奇美博物馆，林百货的这个开幕，还有咱321这个聚落，对，艺文聚落，咱蓝晒图园区。这些地方还有很多巷弄，像蜗牛巷，前阵也是打卡的热点。对呀，所以咱拄啊超1年会推出一个新的，都造成咱来台南的迄个旅游或是观光的民众它有一个新鲜感。我觉得台南一直有推陈出新，有新的这些很值得来一游的地方。那这个美术馆，我觉得也是下一个很值得期待哈。咱都叫看迄个 VCR， 原来。这个美术馆的设计师是原来就是跟林百货同一个建筑师日本时代，所以你看它的外墙用的外墙的颜色是一样的，在瓷砖东西迄个13高增啦，13勾的那个面砖。那但是以前警察局唔知影，擦做红色的，擦做红的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台南应该全台湾都有这样。很多古迹在被不知情的这个没那讲，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被粗暴的对待。对，原来是黄色很优雅的颜色，它拆这漆成红色、白色。像咱今嘛等咧整修台南州议会，州议会就被擦成迷彩色，那个迷彩绿色的。咱如果大家经过台南车站原来台南车站全部是漆成白色，对不对？它现在开始整修，铁道局在整修，它渐渐的把它恢复它的原色，发现它是有镶金边的，所以我想陆续有很多我们台南的一些古迹好的这个历史的建筑，把它恢复原貌，会发现原貌其实是很典雅。以前咱早一辈人唔知影保护，就用油擦擦来就变新的，现在才恢复它的原色，就像我们那个。那你的台湾文学馆对面有一个消防局，对，消防局也是过去都被擦成白色，现在也才渐渐恢复它的完现出来。是。美术馆也是一个很典雅的建筑，我们只有分成1馆跟2馆，那1馆在10月17号，那20号会有一个茶会，试营运，那会开始展出，咱这几年的已经有2000个收藏品。2000件收藏品，那其中有很多有大部分都是民捐赠的。度假有介绍那个日本人，有关咱台南的名画家严水龙，有一幅很大幅的马赛克，那一幅大概价值有1亿，哇，1亿的这个价值那一幅马赛克当时本来那个日本人是要收藏家。他是要捐给台湾某一个美术馆，结果那美术馆接到电话，以为是诈骗电话，就不理他。后来辗转找到台南，那当时我们文化局长就飞到日本，
去跟他们接洽，那总共捐了157件。那还有很多，我们里面还有很多陈澄波，陈澄波也是台湾的名画家哈，还有蓝荫鼎，很多名家的收藏。那陈澄波也有很多日据时代他的留学日本所画的手稿，那这些都是他的家属捐赠出来。好，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台湾一个很美的一个，就说公私协力。好，那还有像我们郭伯川，台南很有名的画家郭伯川教授，那他的女儿也捐了很多他的画作给我们的美术馆，那这些都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那这一次就会把有捐赠的这些在这个一馆来展示。那二馆是由得到普利兹克奖的这个日本板帽建筑师来设计的。对，那现在二馆正在赶工，那大家应该在10月底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外貌，鹰架就会下架。10月底整个外墙就会出来。是。那这个也是全台湾最值得期待的一个美术馆，跟台南美术界的人讲已经期待60年。对啊。台南拢无一个，以前都在文化中心展出了，没有一个专属的美术馆。好，那这个美术馆有18个展厅。好，那有很特殊的造型。好，那顶楼也有一个很雅致的餐厅。那这个餐厅目前是由奇美博物馆得标。奇美食品他们得标，所以他们会以经营像奇美博物馆那么样优质的餐饮来经营。那希望中将来暗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所以我今晚有请咱的相关局处大概把整个中西区这一带，包括孔庙、法院，林百货，还有武德殿，那么文学馆，那美术馆，还有这一带的这个房子在做一个检视，这些古迹、这些景点，那了解它的夜间的投影。希望暗时嘛，除了白天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晚上纵使是封馆，但是它的夜间的那个还是可以利用灯光来营造一个浪漫，一个很值得来夜间的来旅游的一个气氛。对，哇，这样听市长讲起来好棒哦，所以大家是不是相当的期待呢？我雄心公我们这个台南市美术馆哦，就1馆2馆全部都启用之后，真的更加奠定我们文化首都的地位。对，而且就在一个这么密集的，有很多古迹，这么密集的文化园区，有孔庙。有林百货，有这个武德殿，有这个叶石涛纪念馆，等等都在这附近。法院，还有台湾文学馆，还有包括未来的那个消防队，那个以前叫做合同厅舍，那个也整修完会变成一个消防博物馆，那拢在这附近，这附近嘛是咱的高级饭店，都在旁边，譬如说精英、大义励志、和义，对，拢在边啊，未来还有一个。烟波饭店，正在兴建，那个是市府用 BOT 的方式，也是新竹一个很有名的饭店集团，那在巷弄里面还有一个友爱街，一个背包客的旅店，对呀，那所以在这一带是真的很精彩，很值得来大家来一起，真的让大家看见我们的文化，而且同时可以推展观光，对不对？对，那另外我们也会在11月初来推出巡回公车，就是讲咱希望来台南的观光的背包客，或者是来台南观光的开车来的人，他车可以停外围，好，那么就坐我们这个巡回公车，好，那么20分钟一班，那买1日票大概是50块，它可以不限次数搭乘，它就会巡回各个重要的景点，你就会使，你就买1日票，那你可能坐个2、3站，对，先到林百货，然后再到这个321聚落，再来到海岸路地下街，海岸路这边的这个造景，然后再来到美术馆，这样就可以利用公车，利用 T-Bike，来结合，那减轻大家开车市区的塞车的负担。对啊，也最近会来推这个。对啊，这样真的很好而且就是说你也不用说一直在看着地图，到每一站下车都有一个惊喜对。哇，那这样真的是很棒，所以相信希望大家是坐火车、坐火车、坐高铁，或是如果你开车来就停稍微外围，好，那坐这个接驳车，坐这种巡回公车。来体验台南这个城市。对啊，不用担心停车问题，而且每个景点都很棒。对，会有意外的惊喜。
对，所以除了这个台南市美术馆以外哦，我想就是由地方催生，对我们台江地区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台江文化中心哦，好像也是即将要来完成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请市长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咱台江文化中心嘛是，安南区哈，乡亲跟民众他们期待非常久。对。好，那么安南区，因为安南区的差不多被加20万，20万的人口。对。那所以实在是有必要有一个专属的。安南区专属的这个文化中心，那所以我们的取名就是安南区过去是台江内海的范围哈，所以我们叫台江文化中心。是，那它的造型也非常特别，是我们建筑工会的理事长叶理事长他设计的。哦，对，真的很特殊的造型。那么里面有包括相关的展演厅啊，这个展演厅比较特别，它有点像实验剧场。好，就是说过去我们的舞台都是在单边，对，那观众是在下面，那他这个剧场还有表演空间是舞台在中间，观众席在四面，而且是比舞台高，所以这样的舞台有点像是实验型的剧场，对，或者是所以你的表演的人，你会发现你不是只有单面面对观众，你是四面都要面对观众，对啊，360度都要兼顾，所以那样的表演又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它的特色，那里面。造型也很有特色哈，那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安南区还有相关邻近地区的民众一个重要的文化的一个去处。对，这个是就我们安南区的民众期待相当久，在年底就会来开始开幕试营运。哇，对啊，哇，所以这个成效的话，在年底可以看到好多我们的建设都一一的来呈现哦。那另外就是说，其实但知道说之前这个就是现在的赖清德院长，他非常的就在推这个书香大台南，对，所以他对于阅读这一块相当的重视。那所以现在这个国家图书馆的南部分院在我们的台南呢，哇，这个部分真的是对我们相当重要。有2个好消息啦哈，这个是咱这几年增加了3个这个图书馆，区的图书馆新建的，包括玉文，玉文那个也很受欢迎，东区，那个很漂亮。另外安南区也有一个新的图书馆，还有盐城区南区盐城，那个图书馆的造型也在网络上得到很多人都是变打卡的热点。对啊。那另外我们把所有的区的既有的图书馆加以整修，那另外还有在学校，300多个学校，每个学校我们推出一个口号，叫图书馆学校的图书室成品化。就是把学校的图书室或是图书馆变成像成品一样，大家都要脱鞋子、穿袜子进去。对啊。那小朋友可以在里面，这个很舒服的来阅读。对。每个学校也营造它的特色，那这个也已经完成了。那大概300多个学校都有它特色的图书馆、图书室。那另外比较大型的。就是我们的市立总图，市立总图今嘛底鹰空，永康炮校那里正在盖，所以那个地方是很值得期待。那预计在12月我们会办这个上梁，9年会记得典礼，那如果那应该在明年会来完成，明年完成启用，那我们就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一个我们的总图，而且这个是由荷兰的建筑师来设计，非常有特殊的造型。那还有一个就是赖院长跟当时的林权院长还有小英总统积极争取的，就是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设在我们哪里？设在台南。好，那这个已经定案，那总投资额是43亿，43亿。那它的初步的造型已经竞图已经出来了。那得到的这个设计的建筑师就是设计北投图书馆。北投图书馆有被票选为全世界10大美丽的图书馆，虽然它不大，但是它很有特色，是被选为10大最美丽的图书馆之一。这也马其丹台湾之光。那这个建筑师是台南人，是个女生。一个女生。那她对台南也很有想法。伊跟她的新亚郎。所以刚好这个图书馆就设在新营，在新营总投资额大概43亿那预计明年会来动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期待。对，因为它会有馆藏，有1300万册的馆藏，那另外也有很多可以阅读、可以各年龄层的这个读书的空间。我想也会带动新营
更好的这个气氛跟更繁荣。对，所以这也是落实这个书香大台南啊。对。好，所以刚才咱看点哈，就是在文化首都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这样子听来，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哇，真的好多地方哦，就是刚才有美术馆哦，这真的是蛮好的。文化首都，我们在文化建设哈，还有很多那个陆续会，譬如说左镇。菜寮化石馆，对，我们现在正在整修，它也是大概在年底、明年初会来。那另外水交社，水交社很多日本的那个军官宿舍啊，我们也会在那边，我们现在也大概在年底、明年初会来试营运。那里面也会有一个眷村美食馆。那现在目前的了解是由探佐麻里得标。他要在里面卖眷村有关的牛肉面，等于是一个牛肉面的一个特色，来大家来体验眷村的美食，对，所以那另外山上水道，山上水道第一期已经开幕，已经在2年前开幕，得到很多好评，因为他日本人设计那个蓄水池，设计的像欧洲的城堡，所以很多人去那边朝圣打卡，对啊，那么现在还有里面还有住很多蝙蝠，那个部分我们现在也开放，就是说但是那个是要付费，要限量，不要去惊扰那些蝙蝠。对啊。那另外一个更大的园区，也是大概在年底明年初，会那个这个是台湾算南台湾第一个自来水的系统。那当时80年前从英国进口了很多的这个自来水设备，到现在都还可以用。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很漂亮的一个园区。虽然它比较远，但是脑特色就不怕偏远。对啊。所以类似的文化建设，我想陆续都会在持续的完成。像大木匠园区也是之前完成。对。还有交8年园区。那我们希望这些文化建设能够让我们台南真的是实至名归。对，所以真的这8年来听市长讲，真的大家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建设，有没有发展，然后好，那针对这个我们科技新城的部分呢？是，我想，更加漂亮的环境哈，在宜居的城市，对，如果没有好的就业机会，没有好的收入，我想这个我想要营造有收入、有就业机会才是王道，对，才是正道了啊。对啊。所以咱这几年对于创造就业机会，那提升我们产业的水准啊，我们也非常的努力。是。所以包括延续原来的建设，原来就是合并前就已经在推动的，像树谷园区、永康科技园区、对，柳营科技园区啊，这几个我们都持续让它把它完成。或者是招商，有的是在原来台南县的时候去盖好了，那这几年我们把它几乎是进驻率达到90%，哇，创造很好的就业机会，那现在也正在开辟的就是新脊工业区，新脊科技工业区，它是首开全国之先哈，一边盖一边招商，第二个我们采先租后售，先租后售，也就是说。咱今麦要在新脊工业区要在做道路，道路还在开辟，我们就已经招商了110家厂商进来，都没去浪费的时间，而且已经就先发建造了，所以其中有28家已经在盖了，甚至有的厂房已经好了，所以我们的道路一好，它的公司就开幕了，都可以创造很多的当地的就业机会。对，第二个是我们采先租后售，就是避免人。刚刚库贝土地哈，等于囤积土地，现在台湾正在检讨这个囤积工业区土地，尤其现在中美贸易大战，很多台商要回来投资，那找不到地，听说最近在台北工业区的土地1坪飙到80万，哇，那这个你说产业怎么有办法回来？对啊，那这个地方我们比较特别，就是要避免囤积土地，所以你纵使标到我们的土地，我先租你2年。这2年期间，你真的要建厂，有建厂的实质的建厂，有人进驻来生产，2年后我们才把土地过户，才把土地过户。当然你之前的租金可以折抵这个土地的价金，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买工业区的土地这个来囤，对民众的经济，对这个经济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而且跟他炒作土地呢。这个部分新脊工业区也已经快要完成了，已经有110家进驻，那有28家已经在盖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期待，也创造很多的产值。那另外，台积电5奈米、3奈米，以后确定在台南会投资1兆1000亿，那创造1万个优质的就业机会。那这1万个优质就业机会，他就会在台南买房子，对，在台南这个结婚生子，在台南这个买车子，去这个去百货公司，所以最近那个三井 Outlet 也决定在台南来在高铁站这边来设点，已经签约了，跟高铁局签约了，所以他也是看到台南有这些发展，那么愿意把北中南各一个 Outlet，三井北部在林口嘛，中部在台中港。那个大概12月要开幕，那南部他没有选高雄，他选台南，哇，不简单呢，退让北输呢，对呀，因为他们这些国际集团，会选定哪个地方投资20-30亿、30-40亿，都是经过很缜密的规划，对，他觉得有这个未来。哇，我们竟然赢过高雄一般都会设高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年要创造就业机会希望引进科技的产业，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麻豆工业区，今天嘛拖30米已经在7月份动工了，动工，那希望在2年内可以完成，提供100公顷的一个优质的这个工业区的土地，那它可以作为南科，以那个高速公路边嘛，以那个新楼医院，麻豆交流道新楼医院旁边而已，那它离高速公路很近，所以它应该可以作为南科的卫星工业区，就是南科有一些。辅助性的这个厂房，辅助性的行业，那它可以在麻豆工业区来设置，因为南科来这没地啊，地已经都用完了。对，所以那另外一个也很值得期待，就是让沙仑绿能科学城。好，那这个被我们中央小英总统选为5+2产业里面的一个重点，绿能产业都要在沙仑。那个地方现在也很热闹。我们平均1-2个月就在那边办一个开工典礼，或是未来我想也很快会有启用典礼。它就是包括工研院、科技部都有设研发中心，大概预计会有2000个研发的员工在里面。那中研院南院区也设在那里，也已经动工哈。那另外我们的自驾车，全国唯一的自驾车实验场域，自驾车就是无人车，对，我们有设了一个实验场。在里面，掐家己行，掐家己行做实验，做一些这个，那个地方也已经在施工，会全国第一个自驾车的实验场域。那另外成大校区也在那里，交大校区也在那里，还有台糖要在那边盖一个智慧住宅，那我们也接受中央的补助，要在那边盖一个国际学校，就是双语的国际学校，而且从小学、国中、高中。那因应那边的研发中心有很多归国的学人，还有一个就是对角公园的高铁站边三井的那个 Outlet，那最近他那边还会 BOT 一个饭店，因为还有一个忘了讲，我们的会展中心兼小巨蛋也盖在那个沙仑特定区里面，所以那个所在今嘛做老的正在大兴土木。我们过去如果听国外的演唱会，像 Bocelli。莎拉布莱曼，我们都是在体育场，对，或是云门舞集来表演，都在体育场露天啊。如果天气不好，就要穿雨衣，通常还要协调军方，那天飞机不要飞，不然会影响那个演出，那现在如果那个沙仑的这个小巨蛋可以容纳6000人，也好了。那平常也如果好了，然后也平常可以做会展中心。那有展演的时候，有表演，有体育活动，就可以做相关的小巨蛋来使用。我想这样是更多功能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那这些都已经实质在动工。对，只是这8年里来不都还没有办法完成。但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是要去筹划，要去酝酿，是需要时间。对，所以这样子其实我们听起来已经做了很多了。人工甲本红地多嘛，那你要民众喜欢住在台南，你一定要给他工作机会，要有经济发展，让他觉得说，这边他可以好好的工作，然后赚钱，然后才可以在这里定居啊，对不对？所以我想，因为有这些重大的投资还有科技的这个投资的未来的愿景，所以台南我看有很多外地的建商
也都来台南抢地，好，那么来盖房子，投资这个房地产，因为看好这个未来的，所以前一阵上个礼拜有一篇报道，住宅相关住宅的报刊哈，他讲台南的新成屋的交易量，现在是全国最大，最多，还赢过新竹。哇，这有点颠覆大家的想象。对啊，哇，所以可见大家都很想来台南住啊。咱实在是一个就好的宜居城市，咱不会太拥挤，对，然后房价也不会，也还算这个比其他6都比起来，比其他5都比起来算比较合理的房价。当然，我们觉得我们也尽量开发新的住宅区出来哈，那增加这个供给释出。那可以让房价可以平抑下来。好，咱17、18万呢，15、16万、16、17万的新的房子还是有，这个在其他都市大概很难想象。对，没错，哇，所以吼，咱过好这个经济这块了后吼，咱当然在观光这块吼，那么是要大力的开发。那当然成为这个观光乐园也是我们台南的目标之一，对不对？是。对，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像那个海岸路，它从2004年其实就开始一直在发展，然后到近年来其实发展的更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市长跟我们说明？观光这块嘛，有真多会使大家报告。对啊。那咱这几年合并前我们的饭店，住饭店的人数统计起来1年是250万。250万。到去年底我们增加到330万。哇，好多所以就并没有受陆客不来台湾的影响，我们还是逆势的成长。好，那当然也因为这样，所以这几年饭店盖很多饭店出来，差不多给我们合并前大概是7900间房间数。好，房间数，对，那大概250几间的这个旅宿业，对，啊，旅宿业，那现在已经将近400间旅宿业，房间数已经增加到11000多间，给被加4000间出来，对所以那个供给，那个表示有这个市场才会有这么多的投资，对啊，所以像石鼓园区，金华酒店就在那边，现在正在兴建一个杰斯旅，大概有120个房间，那新的像大园、精英，那老爷最近也在，老爷底那个南纺，对，最近他也在增建，南纺的2期也有部分是老爷酒店，的这个范围，所以我想这些都代表咱台南的在观光业是被看好，对，那像我刚刚讲的烟波饭店，那也有很多的类似的案子也持续的在进行。对。但是你一定要有吸引观光客，市容更好，那么有更有趣的地方可以去，对，或者更优美的地方。所以我们这几年也持续，除了像奇美博物馆、林百货，等等的这些吸引观光客的新的点之外，那我们今年也有一个新的亮点，就是我们刚刚讲海岸路，对，我们把它叫街道美术馆。其实这海岸路，我想咱市民应该都比我较了解。海岸路可以说是命运坎坷啦。对。伊过去本来要做地下街，对啊。地下街了，我拢一直未完工，未验收。后来大家也了解，地下街也不太有机会。因为地面都无生意啊，地下边哪有生意？所以当时这个海岸路地下街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蚊子馆。对。所以专购造价20-30亿。对啊，都闲置在那边，还会漏水。那后来许市长后续把它做处理，那赖市长接手以后，把它以地下停车场为目标，对，来加以整修活化，那也争取中央的经费去做处理。那所以3年前开幕做地下停车场，哇，就很热络，基本上停车假日几乎是一位难求，平常大概就有70%的停车率，也还好有这个停车场，咱算因祸得福啦。因为这个地下街无行，到尾改做停车场，所以今嘛像正兴街、国华街，假日人潮满满的，都靠这个停车场。那我记得停车场大概很难想象，那个地方会有那么多，那个一定是违规停车一大堆。那现在，但是它很可惜，就是说下面做停车场很 OK，可是上面还是很杂乱，而且又有很多这个通风塔，
对，伊这为着要当年要做地下街，做做一款通风塔，大家拢讲这通风塔就歹，所以我们后来这次把它做美化，哇，做绿化它变成一个长达将近800-900公尺，一个人行徒步区，里面就是走在里面就不用担心有汽车、机车，那另外也把它做很多种树，我很多移植来很多的树都是很漂亮，而且移植得很好，那另外都发局也去把它做街道的美术，街道的艺术，所以我们取名叫街道美术馆，那启用以后得到很多的好评，对，大家都去那边打卡，去那边跟他摄影，因为有很多的梗可以用了，就大家很喜欢去那边拍照，像这个地方，对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值得介绍一下，对啊，市长这个是灯泡人，这个是他，你可以感觉这个是营建署长，是以前我们的秘书长，你可以在有一点那个立体3D 彩绘，你可以感觉那个人行道是凸起来的，是漂浮在半空中，你就踩到半空中的人行道上，那个感觉，这个也很有趣，这个是一颗心，这一个是一个什么呢？大家会讲，这什么物件？这个是一个对话云框，对话云，对话云，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拍照，那象征你的从心里面表达出来的，那你拍完以后，你可以在上面写字，对，那对你的心爱的人告白，那这个用这个照片来对，I love 台南，用这个心，用这个对话框来对你的心爱的人告白，那里面有很多都是有趣而可以互动的一个美术，一个艺术。那我们觉得，未来，除了这个以外，中国城现在拆掉了，那我们现在在发包把它做美化。那这个地方可以跟运河、中国城，还有这个海岸路街道美术馆，把它连成一气，变成一个虎城我们核心区蛋黄区的一个十字轴带的一个美化的一个地方，一个非常值得来。那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也会把海岸路带来新的气象，对，来吸引更多新的年轻的观光客喜欢来台南。没错。所以这可能老一辈的啦，会觉得说，哇，之前可能从中国城有发生过这个火灾嘛，然后地下街的问题那么多，然后到现在这样子可以连接整个，哇，让这个变成一个打卡的新景点，然后观光客都很喜欢来，所以真的是这8年来做了蛮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原本改变我们的市容，对啊，改变了市容，也变成从原来是负面的东西变成好的，变成是大家喜欢来散步、来观光的地方。对，好，那讲到这个观光可能大家也都会想到这个月经港，对不对？月经港。对，那月经港的部分是不是也跟大家谈一下？是，这张图可能不够清楚啦。咱月丁港其实在咱溪北是一个很重要的古城。对。咱讲一户里落3万家，4月丁。4月丁啊，所以这几年我们在那边办月经港灯节。也办出名气，对，因为咱的灯节跟人家不一样，那人家的灯节都是多数量多对，我们的灯就是在水边，而且很有水边香灰映，都是由艺术家来制作，对，所以那现在我们会把月经港的水域把它整个扩大变成一个环状水域，是，大概比原来的大概大4倍。比原来已经足长啊那环绕一圈大概有将近3公里多，所以那个也很值得，就是以后完成以后，在月经港可以散步，你跟他散步1年都3公里外，哇，所以将来整个沿线的美景，那另外还有也为了这个把月经港周边的公园把它征收起来，那还有老街也会加以整修，桥梁也会改建，让它变得更优雅。更有艺术气息的环境，那另外也跟新营这边有一个旧糖厂，旧糖厂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这个把它整个串联我们叫做铁道绿都心，那以后现在就已经可以这样做，就是新营火车站下的火车，你就可以接小火车，糖厂的小火车已经这个我们铁道的这个地景公园做好以后。它已经可以搭小火车，那可以搭到新营糖厂，搭到柳营、八翁洛农区，所以那另外我们也利用这个自行车道，绿道把整个新营、柳营沿水串联起来，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名字叫做双星拱月，
希望家有自行车路网，有这个水域，那有这个盐水的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台糖的盐水的车站的仓库，哇，它那个就比安平树屋还要精彩。哦，是哦。对，它有一点像西北的安平树屋，因为它都是旧的砖墙做的，然后都被榕树爬满了。那很变成是一个很值得去拍婚纱照，年轻人去体验探险的一个点。那也会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把这个新的景点把它做出来。哦，这样很棒。另外加我觉得岸内糖厂这个也值得跟大家一提，就是说岸内糖厂已经被文化部选为国内的拍片的影城，拍片的基地。好，那最近已经补助我们大概2亿4千万，要来搭景，搭这个拍片的场景。是。那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就是赛德克巴莱，在拍片的时候，魏德胜花了2亿搭的场景在林口。搭的场景搭完以后，放不到半年就全拆了，因为那个所在无法度永久保存，那个地目不符合，都跳掉大家就觉得哇，那就可惜了。你如果一部电影花2亿，搭的场景又不能保留，所以文化部就决定补助台南市政府，在岸内糖厂搭一些共用的场景。有分4个区，有清朝区，清朝明朝的，有日据时代的，有民国的，有这个原住民的。那分组这样的4个区阿姨老盖你要拍什么片，你只要去做，利用这个基础建设去做一些局部的整修，就可以了。好棒！以后我们公司要去那里拍。所以那个公视有一个年度大戏去年有个年度叫《一把青》。对，一把青那个很受欢迎，对，很受欢迎。那个导演曹导演，那他在明年要开拍公度的年度大戏叫《傀儡花》，那预计在今年的11月，在这个地方就要开始搭景，那他明年就要开拍，所以希望将来岸内糖厂会变成国内拍电视、拍电影，你可以共用的一些搭景，那未来还会再增加，包括摄影棚，希望岸内糖厂这30架。就变成我们的一个国内的一些影视一个基地。我觉得文化部早就该做这件事，因为咱主张中影文化城荒废了，台湾拍片都没有一个固定的都要去搭景，所以现在很多人拍片都跑到大陆去。那你文化部身为影视的扶植产业，应该要做一些共同的设施，让大家可以降低成本，来使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经过我们跟文化局。跟文化部说服，他们终于接受，那选定我们这个地方，那所以这里，所以比来甘水应该有很值得期待。对啊，哇，真的很棒哎！从来你买赛去搭景来拍摄。对啊，我再邀请市长，我们到那边去拍。好，那另外就是说竹溪这个部分好像也是对我们台南的发展也是相当的重要，对不对？是，阮感觉咱台南咱的水沟排水。伫市内拢砍了啦，系啊，拄啊剩竹溪这条，还无砍掉。我们一直跟中央来申请争取经费，那终于得到中央的支持，要把它做成一个美观包括像这种，我们这个有一个湖泊叫半月湖，那有造型的桥梁，那沿线两边都绿化，那入口处会有一个瀑布。瀑布还有一个等于是也把水质一起弄干净，那包括桥梁、包括步道的，还有树木等等那所以这个竹溪，我想未来是非常值得期待。那我们也在第2期也把触角延伸到体育场，体育场也希望竹溪除了沿线所以沿着竹溪2旁有步道，它也可以有步道有绿地。延伸到体育场，那最后延伸到水交社，所以咱将来希望按孔庙，可以经过这个延平郡王祠，经过这个大南门，大南门，然后经过这个台南大学里面也很漂亮，然后经过五妃庙，然后接到竹溪，然后进水交社，希望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南区另外一个景点。一个新的景点，那这个预计在明年底会全部完成。会全部完成。那不管日间夜间都是一个亮点。咱这加绿川台中的绿川柳川
是同一间设计公司啊，同一家设计公司。但是这家顾问公司认为我们的这个竹溪比绿川柳川更有特色更值得更包括周边的人文，还有它就位在一个体育园区。对，那会比台中基本上几乎都以竹溪以绿川柳川当做它的这个正基的广告。对，咱维护，但是我想给市民这个一个不同的环境，那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台南。我想这个是我想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还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对，市民还是有感受的，因为这真的是有在做啦。对，现在可能看起来一个拜拜，因为要个时间，请大家多包涵。其实原来竹溪的足水，原来的四季都有花。对，它有像那个包括风铃木、洋红风铃木啦，那等等，其实它四季就有我们这次这些树都保留，那也希望再增加更多的绿意。哇，好，所以我们台南水也变干净。对啊，真的是一个观光乐园呢。那我们最后要谈到就是这个在低碳城市的部分哈。那讲到这个部分的话，观光乐园我补充一下，我还要再补充啊，好啊。咱今嘛台南是率先全国第一个城市，可以在市区里面设民宿的啊。对，去年年初开始，应该是前年合不合法的争议。前年底，因为过去交通部观光局的民宿只能设在偏万地区，对，农舍啦一些郊区啦，大家当时的想法大概就是农村兼民宿对。那市区是不准设民宿，但是市区偏偏有更多观光的需求，所以经过我们努力去争取，现在终于在前年底、去年初终于开始申请。那我们去年就有120几家合法的民宿已经得到，那每一家民宿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对对。那么有的是古厝，有的是这个卡通的。那像上次我有去有一个 Book In 就是草记二手书店去改装的，它就是以这个三更有梦书当枕，那大家就住在书堆里面了那个也引来它才开幕7个月，就有35个国家的人来住，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想来。还有股票上市公司的老板，也来体验一个晚上700块的床位，所以那唔知的人讲我是惊喜才摆连股票上市公司老板也付700块来住，对啊，这确实是你有特色，就不怕偏远。对对对，所以其实民宿在这个观光方面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辅导他们合法之后，会让我们这个观光更有发展。而且也是要做出特色。对对，我想这个很重要。台南市的真的很多民宿，每一间都超有特色，大家自己去体验看看。台南有很多我们的民众是这个追求品味，对，那不甘平凡。不甘寂寞，不甘平凡。对，哇，形容得太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低碳城市喽。是。对，那这个永康炮校这个迁建真的是哇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是，我想低碳城市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宜居啦所以我们应该要创造更多的绿地，创造更多的宜居的环境对。那我们包括像平时营区，我们中间有一个中央公园，7公顷的中央那个一开幕的时候，它就已经是树都已经很高了。对啊，因为原来那是营区留下来的树，我们把里面9层200多棵大树都全部保留。所以一开幕它就是森林公园，就很漂亮了。7公顷的森林公园。那同样的炮校，这里会有一个全台南最大的这个绿地公园，是大概有20公頃的范围那另外那我们都尽量把炮校原来的树。在这个地方会把它保留，我会把它保留，或是草皮，那另外值得一提就是，我们的市立总图，就在旁边，这个地方，我们的市立总图，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期待，因为总图也在这里，那有一个大型的公园也在这里，那是一个优质的住宅环境。那我们这几年包括9份子、平时营区，和顺寮从化区，还有南台南副都心，对，南台南副都心。那边也有很好的消息就是它有巴克里公园2期，那另外它旁边就是我们市立医院，那另外这个崇明国中也在旁边，对，那还有未来的
铁路的火车站也在那里，啊，未来有一个南台南副都心站，还有3条捷运的红线，其中一条有一个站也在那个地方，会跟这个铁路一起共站，所以那边又是双铁共构，又是这个优质的公园。那还值得一提，就是院长那天宣布了，就是国家科学馆，科学未来国家的这个科学未来体验馆，也要设在我们原来那个15公顷的小巨蛋预定地，好，所以那个地方未来是非常值得期待，非常优质的一个低碳优质的一个住宅环境，绿化非常好。对。那另外我们知道说，最近那个永华运动中心这个部分呢，民众都觉得很开心呢。是。那永华运动中心算是我们这个开幕哈，是最近开幕了哈。那它算是南台湾最大型的运动中心，对，最大型哈。那么里面有游泳池，有这个桌球，有韵律教室，还有健身房。健身房就有好几间，有一个飞轮教室，有一个重量训练等等哈。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是由我们的体育总会，他们那个刘理事长哈，他们组了一个公司来经营，那我们觉得非常好。他请了很多都是运动选手，那也让很多运动选手他有一个出路，对，里面有很多俊男美女的教练，因为都是专业级的，是。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体验，那也是营造一个低碳健康的城市。那我们在低碳健康城市里面哈，我们还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就是交通的部分。对，交通的部分，其中一个我们合并前我们的搭公车的人数大概700万人次一年。那我们经过整合这些公车路线，把它用干线、支线哈。所以我们整合出6大干线，那让搭乘的人数鼓励大家更踊跃的搭乘哈。那当然市府也为了这些公车也做了很多的补助跟协助哈。那我们目前搭乘公车人数已经到2000万人次，大概成长了2倍多。好，那另外在低碳方面哈，交通的便捷方面，我们增加了2个交流道。就是柳营交流道，还有大湾交流道。好，那另外快速道路，因为快速道路为什么把它列为低碳？因为你那开快速道路没有红绿灯，你就不用停，不用停，不用启动启动，因为红绿灯停启动这是最耗油，会排最多的碳。对。那如果你有快速道路，其实是更节能坦白说是更节能减碳，也减少空气污染。所以我们除了增加2个交流道，84也全面贯通了。86也全面贯通，那现在又要增加1条快速道路，就是北外环，让从安平沿着盐水溪，经过从安平中西区、北区，那么接到南科，接到南科这条快速道路，以后到南科上班，还有另外我们也争取要接1高，让这个快速道路可以直接接1高。后盖你要去永康交流道，要上1高哈，从市区要开半个小时。恁家较近啦，你若安平，那个市政府那边要开半点钟，开到永康交流道才能上高速公路。对啊。以后如果这个快速道路做好，北外环做好就不用了，15分钟就到了。是。哎呀，所以15分钟就到南科，15分钟十几分钟就上1高，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城市的交通是更便捷，也减少更多的这个停等红绿灯的空气污染。那这些都是低碳的。那另外也值得一提，就是这个刚刚讲那个北外环已经动工了，大概我在上礼拜有一个动工典礼，那另外值得一提就是我们铁路地下化，也已经动工了，对，好，那么仁德现在正在全段施工，那北区、东区也已经发包了，那么预计他现在正在办这个征收的程序，好，那如果年底到明年初就会更全面性的展开。那这个铁路地下化完成以后，会多好几个火车站，好，包括我刚刚讲南台南副都心站，还有大林国仔，那边也有一个站林森站，好，那这些站就让铁路变成是捷运化，是，捷运化就是让你在搭这个通勤列车来通勤，好方便。那还要再继续延伸，赖院长也已经核定要把它延伸到永康，好，跨越盐水溪以后到新市这样子。所以这个铁路的地下化会延伸到永康，将来会更多的这个通勤站，
那让我们整个铁路也是变成是捷运的一环。那另外院长在7月份也来宣布，就是我们台南有3条捷运路线，要核定要来兴建，就是蓝线，还有绿线，还有1条红线。那我想这个也都是低碳城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对，哇，所以其实我知道市长你还有很多的这个建设没有办法说在1个小时内把它一一的讲完，对不对？但是其实民众民众听到这个4大主轴的，其实有一些重大建设跟重大发展，大概都有听到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市政府是交了蛮棒的一个成绩单呢，对不对？大家有在努力了，在努力。那另外我们也不以就是说没有办法在任期内完成的就得到放弃，不会，我们还是持续的推动。对，那么因为市政是延续的啊，对，只要对市民有帮助，我想大家都很努力。虽然我任期剩2个月但是大家同仁还有首长每天也都是兢兢业业。对，我常常跟大家勉励，要把每一天当作第一天，也要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当作第一天。一样的这个新鲜感，对一样的这个有冲劲，也要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就不要恋战。这个能够全力以赴这样子。好，所以最后我们就请市长做个结论喽。是，我想咱真感谢咱市民朋友对咱市府团队的这个支持。当然咱有的做得不好，大家也都很包容跟体谅。那也谢谢我们在包括像治安抵安的部分，但过去我们一直秉持着不美化数据、不吃案，所以过去连续23季警政署的调查，我们都是全国治安6都治安满意度第1名。这表示咱市民朋友对咱市政府的这个听堂跟支持。好，那么我们也这边很感谢，我想大家也很努力的。也在各方面，在有限的财政之下，但是大家也尽最大努力，争取更多的预算，那也营造一个更宜居、更好的一个城市。那当然，我想，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我们在地的年轻人，能够在地就找到工作机会，找到好的工作。我们也一直引进新的投资，那观光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现在有很多饭店有如雨后春笋般的新建，那我们有责任。让这些饭店真的能够也经营好，那么能够吸引更多外国的观光客，还有本国的观光客来到台南。那我想营造优质的环境包括我们现在在做骑楼整平，等等南面弄的特色人，但是请大家体谅，迄个为着咱更较好的环境，对，也迎接很多国外跟外地来的贵宾，大家能够互相的体谅，也再次希望起户也会。起户团队也会继续把握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持续的跟大家报告我们这段施政上的一个成果，那也希望一棒接一棒，新的事务团队也能够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能够把它接替完成，那让造福我们更多的市民。对，谢谢市长。所以其实安尼听起来咱知影讲起户包括就是现在行政院长赖清德就是前市长，跟我们的李孟谚市长，其实都把市政呢都把握的每一分每一秒要把它做好了那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亮眼的建设，那有些市政它是延续的，不可能说几年内做完那后续的话，我们就说希望下一任的市长也可以好好的把它接手，把它做好。对，好，那再一次谢谢市长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观众朋友。是，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时下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